第二场菲菲姐姐陈婷菲招大人囡仔回来咱的岛活动，由于顶礼拜第一场的亲子活动大受好评，无论大小朋友拢算甲超级嗨。18日伫花园夜市的活动，再次吸引真侪亲子家庭到场同乐。现场有安排泡泡的表演、阿公咸糜、古早味的冰淇淋、棉花糖以及比比登推荐的东乡台菜大头菜、蔡水成的挺台湾卤面等等。互这场政治活动一点仔拢无政治味，只剩美食香味以及大人囡仔笑声。这道的活动吼，上主要咱就是菲菲姐姐系列活动的开始，然后咱第一场伫顶礼拜做热闹咧，嘛真欢喜，所以咱今仔日吼伫北区花园夜市，其实足侪人拢开始咧问吼，大家拢知影菲菲姐姐上后办活动的，所以到咱每一道吼咧选举的时阵吼，大家拢讲菲菲姐姐咧，所以菲菲姐姐是囡仔也叫菲菲姐姐。7、80岁阿公阿妈嘛叫菲菲姐姐，所以我刚刚菲菲姐姐这是一个责任，我就是要带欢乐、开心给我们所有的大小朋友。所以咱这道的主题就是菲菲姐姐要招大人囡仔回来咱的岛，要招大家来佚佗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园地，大家来到家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政治的氛围，就是很开心。其实我们的政治其实就可以这样子很不政治，而且很开心的。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陆续陆续爱关注到阮的活动，其实你会感受到讲，原来咱的这个选举每一档大小都可以很开心。经过这次活动，真侪民众拢真期待接续落来，菲菲姐姐会推出什么款的活动？陈廷辉表示，接续落来每礼拜拢会举办系列活动，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，也欢迎大家加入陈廷辉官方的赖账号，随时接收活动相关资讯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